Lisa 提示：今日主題，醫療保險分為兩種，高額醫療保險、普通醫療保險。乜嘢係高額醫療保險？好似器官移植，或者需要用空中醫療運輸及醫院深切治療嘅使費。普通醫療保險包括藥費、醫生門診費、或者化驗所費用。所需嘅文件同樣都需要：一、醫生診症報告；二、醫生開藥單或者化驗指示單；三、發票上要清楚列明你嘅名同埋藥名。點樣使用醫療保險？記住隨身攜帶保險卡，清楚知道你嘅墊底金額。記住：一、要有有效嘅保單；二、隨身攜帶保卡；三、清楚保費墊底嘅內容。索償嘅時候要遞交所需嘅文件。如有問題或者意見，請同我哋聯絡。Lisa 保險公司，至誠為你服務。